不過其實講真，我到而家我都唔係完全明白無厘頭究竟係咩意思，所以真係唔好問我。嗱，呢個問你係最清楚啊，詹生。你有你。當年詹叔問我咩叫無厘頭，我真係唔知。30幾年後，我經歷咗好多，先至知道原來無厘頭原本有4個字，原句叫無厘頭膠，中文同日文都有膠字。中文係指尾龍骨最後一節，日文係指臀部或者尾巴。日劇一公升眼淚，女主角就叫澤膠英龍華。日本動漫妖精之膠，香港就譯作妖精的尾巴。又如《西遊記》中嘅赤膠馬猴就係指屎忽紅色嘅馬騮。以前啲老人家成日話人冇厘正經或冇厘搭霎，由此可見冇厘乜冇厘物係慣用嘅口頭禪。無厘頭膠原意係指頭尾不分，冇頭冇尾，唔知做乜咁解。後來因為膠字同粗口同音，最後被刪去膠字，變成無厘頭至今。所以講到無厘頭，好多人都唔知佢嘅來龍去脈，一啲都唔出奇。星仔，你係得嘅，詹叔永遠支持你。以上影像及聲音係由 AI 生成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如果喜歡呢條片，請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，多謝。